这江湖有点奇怪，500年才上道的花间派，师傅跑路又欠债，这门派只能世界未来担待，拒绝败了你，重回沧海。且看不二周刊的存在，人生一生花相容，小唐山写上贫穷真无奈，无能刀光剑影别见怪，今日江湖头条最爱，张胆入血混内在，江湖儿女赤兔再快，借招拆招方才顾忌在，人数不应该。旧欢101次青梅竹马也会失败，不信恋爱这也是种门派，努力打造不二品牌，脑洞必须要打开，口口路过别意外，来电猛料不二周刊。这是什么呀？老板，鸡蛋饼怎么卖？150币一个，加料自选，小本经营，谢绝还价。这么贵，你怎么不去抢啊你？无法制作，300年传承。哼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也是499.5年传承的花间派代理掌门，好吗？不就是那个掌门不靠谱，弟子爱偷懒，欠了好多债，随时要倒闭，靠着本不三不四周刊混日子的花间派嘛？不三不四周刊，周刊是5082周刊，还有大脸可以带你再打折，打折是不可能的，打折，妹们，打折，妹们，打折！你这是逼我出绝招啊！哎，哈，出来吧，必杀技。可爱第一式，可爱对我是无效的。居然不吃这一套！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们洛洛可是墨家第23代继承人哦。对，继承人哟。切，就算百家一起来也没用。废话少说，付钱。行吧行吧，香菜是免费的吧？嗯，那您多撒点。下次帮您接场生意啊！谢谢老板。香菜免费，你们也不能放半斤吧？有鸡蛋饼吃喽！师姐最好啦！飞花山庄，哼，忘恩负义之徒！竟然用我们的周刊包鸡蛋饼！师姐，我去修我的自动邮箱啦！小心点，别摔着。小师妹可真是喜欢发明啊！师傅，您老人家也太不靠谱了，说什么去寻宝，一走就是大半年，每月账单倒是一大堆。是洛洛吗？耶！苍天啊！师傅跑路门派欠债，周刊生意惨淡，白眼狼背叛，谁敢比我惨？师姐，你看，这是不是师傅的信呐？不是师傅，是武林盟。乐乐小剧场时间。为规范武林2次创业，凡江湖人士开设副业，必须满5名成年人，不符合规定者就地取缔。什么是成年人？能吃面？完了，人数不够，周刊要倒闭了！哎呀，没有经济来源了。师傅跑路，门派欠债，周刊生意惨淡，现在还有人数危机，还有比这更惨的吧？我们飞花山庄拥有基友，本周薪资丰厚，欢迎花间派弟子跳槽。就剩5人了，你们还晚，羊毛也不能盯着一家薅啊！难道我们花间派这次真的要？师傅，要是您老人家在该多好啊！程程，快来追我呀！蓉蓉，记住我们花间派的信念了吗？记住了，花间有正气，妙
妙笔写江湖，棒棒的！我们下午去给蓉蓉买团扇作为奖励吧，刚好万宝广场双舞侠女节打返利呢。嗯，蓉蓉，暂时辛苦你了，等为师回来哦。师傅，师姐，我们要倒闭了咩？不会，我们绝不认输！哼，不认的。江湖儿女，脸可以不要，输绝对不认！振兴花间派，重振武林不二周刊，保住我们的下午茶！不坏，许工程、楚彦君出来开会！啊，人呢？掌门师姐好可怜的，师徒也要帮门派众筹，好心的大哥哥大姐姐，可以素质3连咩？都是江湖打工人，年薪啥时候百万？搞钱真是得勇敢，领导来了也别管。方案出现，修改模的问题，但是得加钱。生活不易，职场难，我们还得下楼去。为了月底不是图，还得发电嘛。家风爆发这个要求也不是没办法，重新畅想有理生活，我死夸。跌跌打打只是打哈开会。